早晨，今日係6月30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亞洲早晨，我係陳婉容。先同大家睇下天氣。天文台預測今日係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南至東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，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，初時海面有大浪，最高氣溫大約30度。展望聽日雨勢會逐漸減弱，到下個禮拜初天色會好轉。跟住睇下分區氣溫，大埔沙田熱帶風暴杜蘇芮集力遠離本港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只係維持咗4個幾鐘，去到凌晨3點25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朝早6點，熱帶風暴杜蘇芮集結喺香港以西大約1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30公里，移入去廣東西部內陸，並且逐漸減弱。天文台話，杜蘇芮登陸之後，橫過廣東西部內陸，陸續遠離香港，本港風力會進一步減弱。天文台會喺短期之內改發1號戒備信號。熱帶風暴杜蘇芮遠離本港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只係維持咗4個幾鐘。野風暴吹襲期間未有造成嚴重嘅破壞，當局收到14宗冧樹同埋1宗大廈外牆倒冧嘅報告，冇人受傷。曾廣宇報導。杜蘇芮逼近。早晨，我係陳婉容。1號戒備信號生效，熱帶風暴杜蘇芮已經信號。而杜蘇芮遠離本港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只係維持咗4個幾鐘。喺風暴吹襲期間，未有造成嚴重嘅破壞。當局收到14宗冧樹同埋1宗大廈外牆嘅倒冧報告，冇人受傷。曾廣宇報導。記者曾廣宇報導。而杜蘇芮早前就喺珠江口以西登陸，其中喺珠海市中心航程啟程返緬甸。埃及新任總統穆爾西喺首都開羅嘅解放廣場發表講話，話唔會俾任何勢力從人民手中奪去權力。舉行。國家主席胡錦濤抵港出席回歸15週年活動，佢喺抵港嗰陣喺機場發表講話。話香港15年嚟取得顯著成就，一國兩制嘅實踐不斷豐富同發展。中央政府願意同香港各界人士一同總結經驗，團結一致向前看。李卓敏報導。記者李卓敏報導。胡錦濤又會見咗即將卸任嘅行政長官曾蔭權，佢讚揚曾蔭權任內嘅工作有成效、有亮點，獲得中央充分肯定。曾蔭權就話完成中央同胡錦濤交付嘅任務。鄧俊輝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邱敏報導。天文台啱啱喺8點15分取消所有熱帶氣旋嘅警告信號，而杜蘇芮就正係遠離本港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只係維持咗4個幾鐘。喺風暴吹襲期間未有造成嚴重破壞，當局收到14宗冧樹同埋1宗大廈外牆嘅倒冧報告，冇人受傷。曾廣宇報導。政府正係諮詢緊公眾3大新界鐵路線規劃，其中喺90年代已經計劃興建連接東鐵同埋西鐵嘅北環線，可行性會較大，甚至有可能將北環線延至去邊境地區。究竟當地村民意見係點呢？李思敏去了解過。6、7年。最後睇埋天氣啦，天文台預測今日係大致多雲，有零散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，最高氣溫大約30度。展望聽日雨勢會逐漸減弱，下個禮拜初天色好轉。再睇下廣東省天氣。廣州中到大雨，26度。今朝亞洲早晨時間夠，祝大家有個愉快週末假期，拜拜。